男人拈花惹草4大檢查要做好，好幾日唔返屋企，老婆查崗呢就話出差。其實呢喺外邊拈花惹草，小心感染上呢5種疾病啊，傳染性非常之強啦。第一種就係淋病，佢會出現尿痛、尿道口紅腫，有時呢有分泌物抹嚟抹去都抹唔乾淨㗎，甚至仲會有流膿。呢個時候將呢個分泌物送去化驗呢就知道啦。第二種就係梅毒，佢初期嘅症狀呢唔係好明顯，但係需要通過血液學化驗嚟檢查。好多人發現梅毒嘅時候呢，已經發現到梅毒嘅二期啦，就出現咗皮疹、發熱、淋巴結腫大等等呢個情況，甚至到咗晚期之後呢，仲出現咗梅毒瘤、神經梅毒、心血管梅毒呢啲情況。第三種呢，就係尖銳濕疣 HPV 感染引起㗎啦，喺生殖器同肛門嘅周圍呢，有小螺粒，好似菜花一樣嘅形狀。時間耐咗之後呢，顏色就會變深，有啲時候呢，仲會出現痕癢。第四種呢，就係生殖器疱疹，生殖器上面呢，有一啲小水泡，特別嘅痛，過一段時間之後呢，就會消失，但係抵抗力差嘅時候呢，佢就會出現反反复复，不可治愈。以上幾種經過治療，佢係可以緩解同治愈嘅，但係最後一種就係得咗愛滋病，一旦感染上呢，呢輩子就擺脫唔到啦。聽完之後，你哋仲敢唔敢去拈花惹草啊？